来看这个高雄的三明区有一栋人家厝，半暝12点外火烧厝，烧死着4个人。当时住伫个2楼的厝主翁仔某，这个翁婿抢救救无倒来，太太是受重伤，还佫伫个加护病房。啊，住伫3楼的60多岁兄哥，甲太太的姐姐，还佫有17岁后生，3个人拢死亡。厝边讲火烧进前，哪像有听到人咧冤家，是毋是有人放火？爱佫调查。啊，这个监视器嘛调出来了，导火点哪像是伫个1楼，先看到白烟传出来，真紧就浓烟线雾刷落去就爆炸烧起来，所以嘛无排除是线路来导火造成悲剧。半暝，这间人家厝铁门脱掉咧，抑过内底咧出白烟，无偌久尔变乌烟，开始导火，拖了真紧，由1楼拖到3楼，将人员坐分推车赶紧拍火，因为内底还有人，爱赶紧甲救出来。规拢烟啊！啊，我较紧落来，我看到我就紧，迄轮警察啊，甲消防车拢还袂来，我紧卡。有一直蹦很多次，然后我看都没有看到什么，然后最后一次蛮大声的，然后看到的时候就已经火烧起来。听到这道位啊，在冤家呢，有听到冤家？冤家要进前嘿，无久啊，就一边啊。厝边隔壁听到烟雾警铃声，拢掉惊精神，消防人员赶紧去救人，将掉入内底的住户陆续甲救出来。因为这个火拖了有够紧，为2楼被救出来姓邓的翁仔某，送医急救了后，这个先生救无活，这个太太嘛真危险。第3楼阿兄甲一个小姐被发现的时已经无气啊，这个做后生一不幸嘛是救无活。来到现场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全面燃烧了。那所以看起来的时候，是1楼到3楼都已经有火焰烧出啊，所以这个部分起火点的部分，可能还是要等我们火调的部分去做一个理清。一场恶火造成4个人往生，1个人性命有危险。导火原因敢是人为的，还是有其他因素需要进一步的调查？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